大家好，我係何炳傑博士，今日繼續同大家講一個情理兼備處理衝突嘅方法，呢個講道2。首先回顧一下講道嘅大綱，第一個大點就係接受現實，家中衝突少不免。第二個大點就係解決方法，情理兼備。上一次講咗情，今日就講第二個小點，就有理，就係道理個理。作為基督徒行事為人，一定必須好似尼希米一樣。首先就係以神嘅真理作基礎，不可向弟兄借錢取利。尼希米記第5章第10節，我和我嘅弟兄與僕人也將銀錢糧食借給百姓，我們大家都要當面去利息。呢句話正正係引自出埃及記第22章25節神嘅命令，呢個係神嘅真理。第二方面就係行事豈不當敬畏神。尼希米第5章第9節，當你們行事不當敬畏我們的神麼？呢個其實引自傳道書第12章第13節。當我哋將神嘅要求同埋真理羅列喺人嘅面前，屬神嘅人都應該信服嘅。怕就係怕在我哋唔敢用神嘅真理作基礎。當尼希米按神嘅真理審判發出要求，呢啲貴胄同埋官長嘅回應就係第12節。眾人說：我們必歸還，不再向他們索要，必照你的話行。我深信神嘅話係大有能力嘅，無論係宣講福音定對錯都係，但同時佢嘅果效亦都係與宣講嘅人本身有好重要。意思就係呢個人都係要遵行神話語嘅人，你自己都唔遵行，但卻用神嘅話叫人遵行，冇人會聽你嘅，反會問你一句：你而家用神嘅話語威脅我。尼希米不但叫佢哋去做，自己亦都做埋一份，大家一齊免去呢啲人嘅利息。當我哋以神嘅真理作基礎嘅同時，我哋亦要生活喺地上，有一定嘅人嘅道理同埋規條要遵守。喺不違背神嘅真理大前提下，我哋都要以人嘅規範作輔導，守世人嘅常理。第8節，我對他們說：我們盡力贖回我們弟兄，就是賣與外邦的猶大人。你們還要賣弟兄，使我們贖回來嗎？尼希米話：我哋一會贖回弟兄，你哋一味繼續賣弟兄，連人嘅常理都過唔到關啦，仲講乜嘢呢？弟兄姊妹，現在嘅世界係一個唔以常理運作嘅。大麻供應對身體有害，但美國有啲州份立法消閒大麻合法化，但細過幾多歲就唔可以買同埋吸食大麻，對身體有害，所以未成年人就唔可以吸食，但成人就有自主權，你吸食就你自己負責，你死就你嘅事，我不干涉。呢個係咪唔按常理行事，對身體有害嘅，無論成人或者未成年嘅人都要禁止。另一方面就係人嘅法律。第4節，有的說：我們已經指着田地、葡萄園借了錢給王納稅。
如果我係尼希米，好容易做啫，係嘛？免稅兼退稅，但係呢個係違背法律。尼希米並沒有私自執行退稅免稅計劃，稅照交，糧照納，呢個原則好重要。喺不違反神嘅真理嘅原則下，我哋作為基督徒必須盡力遵守人間嘅法律。我哋買嘢叫人免稅，店主係冇權免稅嘅，應該叫店主包稅。下次唔好。我哋處理家裏邊嘅衝突，甚至做人處事，必須係情理兼備。假若唔係，後果嚴重。例如就係首先係冇情冇理，呢個就係暴君。喺極權嘅社會，領袖就係一切，不講情，不講理。希特拉、秦始皇，現在北韓嘅元首金正恩，無法無天嘅管治，呢個似唔似喺家中嘅你？有情冇理，呢個就係慈母。當兒女無論做乜嘢錯事都算啦。俗語話慈母多敗兒，呢個又唔係似你。我哋睇一睇近10幾年天主教關於有些神職人員多年前性侵兒童，當教會單以情嚟處理，呢個人認咗罪悔改就得啦，唔使告訴政府，呢個就係唔用理，特別係人嘅法律嚟處理，以至現在咁多嘅醜聞訴訟發生。冇情有理呢，呢個就係嚴父，只按管子辦事，又似唔似你？我記得20幾年前喺加拿大有個叫做保羅賓拿道嘅老人殺人強姦案件，其中一個受害者就因為遲咗幾分鐘至返到屋企門口，佢父母唔肯開門，佢於是喺家門外邊遊蕩，就被呢個賓拿道捉咗、殺咗、強姦咗。當你哋思想神點樣對待我哋，神正係用呢個情理兼備嘅方法。當人犯咗罪，天父點樣解決啊？三福講，神係愛，刻不願懲罰我們，呢個係情。神萬不以有罪為無罪，必追討他的罪，呢個就係理。於是佢就差派自己嘅獨生子道成肉身，為我哋嘅罪死喺十字架上。第三大點就係目的，就係回復和諧合一，同心合意完成大事。解決家裏邊衝突，當然首要解決嘅就係呢個嘅衝突，平息紛爭。但同樣重要嘅就係使家中各人回復和諧合一，同心合意完成大事。當尼希米用咗以上情理兼備嘅方法，衝突解決，眾人包括貴胄、官長、發出埋怨嘅百姓、祭司、會眾等等，全部講。第13節下，會眾都說阿門，又讚美耶和華，百姓就照着所應許的去行。跟住嘅幾章，大家會睇到猶大家人，大家一齊，所有人同心合意，完成建城牆嘅美事。所以解決家中衝突嘅後，一家人一定要回復和諧合一，同心合意，完成大事。最後同大家分享一個20幾30年前我睇過一個電影，教導我嘅功課。
我係1986年11月結婚，喺當年5月份嗰度，當時嘅女朋友即係現在太太睇出戲，係由呢個 Tom Hanks 主演嘅叫做 Money Pit， 中文譯為古怪屋。湯姆漢克斯係一個搖滾樂團嘅律師，女友就係一個古典音樂家，佢哋兩個人合作無間，係一對神仙眷侶。手頭並冇好充裕嘅佢哋，正準備找一間價廉物美嘅新房子嚟結婚之用。一個老人以不可思議嘅低價賣俾佢哋一個豪華大宅，從此兩個人完美嘅愛情故事卻變成為鬧劇一場。首先就屋頂塌咗，兩個人決定花錢修好呢棟心目中嘅夢想房屋。修好呢個，嗰個又壞。當千辛萬苦裝修完，差不多重新起過一間屋一樣。呢對戀人收樓嘅時候卻相對無言，因為為咗呢間屋嘅裝修，無數嘅衝突，無數嘅吵架，以致呢個 dream house 建成，關係完全破裂，由戀人變仇人，希望買屋成為新婚居所，現在就係結不成婚。當然，正如我哋粵語長片大團圓嘅結局，和好同埋結婚收場。我諗神喺度嘅時間亦都話俾我聽，當我預備結婚籌備過程中會有好多嘅衝突吵架，但呢個係過程，呢個唔係終點，終點係結婚。唔好因為呢啲嘅過程而破壞咗大家嘅關係，以致結不成婚或者婚姻破裂。弟兄姊妹，我哋有幾多父母為咗教養兒女不同嘅意見同埋方法，以致夫妻關係不好或者婚姻破裂。老咗同你住嘅係你嘅老伴，唔係你嘅兒女。弟兄姊妹，有幾多為咗教會處事唔同嘅方法而引致教會分裂？小嘅有個別信徒自己轉教會，大嘅就帶同一批信徒一齊做。中文有句好真嘅話，相見好，同住難。兩個女人住埋一齊係更難。兩個都咁愛呢個男子，一個係阿媽，一個係老婆。大家用情理兼備嘅方法解決呢個人間大難題啦。而家大家有冇一啲衝突喺家裏邊、喺教會裏邊發生要去解決嘅呢？冷靜下，思想一個情理兼備嘅方法，靠住神嘅恩典解決呢個嘅衝突。最後，我以以弗所書第4章1到第3節互相勉勵。我為主被囚的勸你們，既然蒙召，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。凡事謙卑、溫柔、忍耐，用愛心互相寬容，用和平彼此聯絡，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。我哋祈禱結束。慈悲恩主，感謝你賜下話語，教導我哋從尼希米解決由大家發生嘅衝突，係一個情理兼備嘅方法。願神你賜我哋智慧，當我哋面對家中嘅衝突，無論係我哋婚姻上、家庭上或者教會裏邊嘅衝突，都能夠以一個情理兼備嘅方法去解決，從而能夠讓我們回復和諧合一，同心侍奉天父。祈禱奉耶穌嘅名而求，阿門。多謝各位，再見。